东雨势落真大哦，伫台埔乡附近的西大武山7站，昨到今仔早起哦，累计雨量已经超过1000毫米。伫山区的牡丹乡哦，嘛发布土石流的黄色警戒，先撤离23个人。风雨若是阁继续增强，可能嘛会强制来撤离民众。 溪水真落，水流阁真急。屏东山区27透早继续落雨，对车城往牡丹乡方向199线道边仔四重溪溪水嘛一直涨悬。受风台影响呢，屏东山区这2天风雨是真大，所以来看边仔这个四重溪遮溪水嘛涨起来真侪。 来到山区的牡丹乡时停时落的大雨，互乡内这2天有几个住户停电，路段嘛有小型的土石流甲积水，加在真紧就处理好。其中牡丹村因为伫咧土石流黄色警戒的范围内底，26已经有方式撤离23人到活动中心。外面风那么大，雨那么大吼，他说家里是不是什么铁皮飞啦？接近中岛安迪的村民做伙准备中岛顿，乡长甲村长嘛到现场确认村民的状况，估计至少要安迪到27。达到红色警戒的话，但我们一些危险区域的是全部做强制撤离。如果雨势再这样持续的话，我们公所里面也会主动对物资的 补充。拄出的风台为屏东山区带来惊人的雨量，台埔乡附近的西大武山7站，对26到27透早为止，无到2天的时间，累计雨量已经有1080毫米，是目前全台上悬。气象局嘛，搁一摆提醒民众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记者陈宏武、面交管屏东报道。